来看桃园市北地区的大南森林公园是桃园上大的公园，因为是保育总队的营区，原底要改造社会主体，不过因为这个营区已经封起来，无受到人类的活动，已经有70外栋啊，内底这个生态是真丰富，所以今嘛改造大南森林公园。那边有一只小啄木，飞走了，飞到里面去了。大人囡仔摕望远镜得到野鸟学会导览，认真伫咧找野鸟。这原本是保育总队台南旧园区，即马变做16.6公顷的台南森林公园，生态真丰富。不过野鸟学会担心，若出现伤过多人为干扰，会影响公园的生态。如果说我们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经营管理的话，这个公园不久就会变成一般性的社区公园，就像巴德皮塘很多外来种的进驻，或是一般的邻里公园，然后野生动物全部都离开了。这一张一张相片记录黄鹂鸟的身影，这若是有黄鹂鸟伫咧遮脱丝，而且是北部上稳定会当看到黄鹂鸟的地区，规年透天拢看会到。根据调查，106年全台湾黄鹂鸟只敢100只左右，是一级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。不过到108年虽然增加变做2级珍贵罕有的动物，不过全台湾也只敢500只尔。野鸟学会讲，控制人为的干扰是真重要。核心区域的部分，生态区域的部分，都尽可能就是用低维护、低干扰，甚至连灯光都是低频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。对野鸟学会议律杨江树讲，设台南公园就是希望透过生态，和市民会当做互动性的学习，达到人甲生态共存的理念。怎么用时段性甲科学性伫咧控管？这个桃园上大的公园已经记录到10种哺乳类动物、63种鸟类、10种爬行类、5种两栖类，而且继续伫咧记录加增加。生态要安怎永续，是考验到政府相关单位的智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